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盼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热天大家吹冷气，若讲到做代志上惊头烧烧，尾冷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冷，冷气的冷，它热用冷第二条，冷就是温度计的意思。像讲水的温度计，咱讲冷水；那饭的温度计，咱讲是冷饭。互咱身体感受到温度计经济无共程度，会当讲是寒、寒、冷、凉，也佫有足寒，咱会当讲是冷酸酸、冷死死，嘛有人讲是寒死死。讲有的人体质较寒，咱讲伊是冷底，颠倒变的词就是热底。另外冷嘛会当形容对人的态度无热情，咱讲是冷淡。若形容一个人老凊寒，会当讲是凊冷寒。若是讲一个人个性定着，咱讲伊做代志足冷静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读做冷叽叽，这是形容足冷；第二个词读做半烧冷，袂讲真烧，嘛袂讲足冷，就是咱咧讲的热润啊烧，小可温温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一般认为食药啊，都要配半烧冷的滚水，唔通啉冷叽叽的冰水，这袂伤身体，阁无效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冷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